各位留意港股嘅朋友，12月第一個星期一早晨 ，CK 老師上星期嘅預測又中咗，期指一齊大幅反彈，仲有個重磅利好要同大家同步，核心信號即刻拆解。期指上星期就同大家講，雖然處於弱勢，但始終喺上升走勢，唔使驚，已經踏入上星期。果然冇錯，上期指強勢反彈，成功企反上升強弱分界線25,873.5之上，收市26,022點。不過美中不足嘅係，差8個點先至可以企上26,030呢個上升阻力位，更加冇辦法趁勢跨過上升走勢線。大家記得睇圖，今個星期重點留意，到底可唔可以順利升越上升走勢線？一旦突破，就會再次挑戰前高位27,444點。指同期指走勢一樣，一齊大幅反彈。可惜嘅係，上星期五最後一個交易日收市前，始終都冇辦法穩穩企喺第一道上升阻力位25,969之上。另外帶個好消息，12月份各大行紛紛預期美聯儲有80%機會減息。如果呢個預期兌現，指同埋期指肯定會再上一個台階，再創高峰。之後26,030上升走勢線25,969呢啲核心點位有突破信號，同埋減息相關嘅動態，CK 老師都會喺直播入面及時同步。祝大家12月開局順利，捉準上升機會。